议会定期会开议头一天，市长委托顺利进行施政报告。不过，其实进前，议员将对店市伫市长赖清德任内规定3公顷以上未当主办中会议案，纷纷表达意见。有议员认为现况是违宪甲人民争利，不过某议员认为这主办拢产生诉讼纷争，造成地主权益严重受损，希望维持公办较无争议。除了要求参考其他县市的做法，嘛要求市长表态，到底是要停财团，也是徛伫民众这边，呼吁坚持做对的代志。违法无违法，我咧请教市长啊，外口我咧传的啦吼，即摆未当3公顷上我的团啦，你若搁认真了，你就要开放咩啦？你开放咩啦？啊，你若讲选了，你开放，你讲说对，会安尼办吗？目前无这个计划。你目前对你讲选了有计划，是讲选了会袂啦？啊，是咱市长的原则就是，我们市长家办依法品质啦。自办重划的争议比较多啊，是不是可以请地政局长提供目前台湾各县市关于自办重划以及试办重划各项争议问题，提供给本席议会的议员同仁来了解？台南市唯独台南市就是坚持3公顷以上不能自办啊哈，那这显然是违宪的，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没有这一项，这只是一个赖事条款而已。所以我觉得说你要报告的话，也要连这个评估都要评估进去。市政府来承办的话，是比较没有争议，比较那个品质会那个时程都会很清楚的达到。那自办的问题太多了，我个人也是在这边建议说，还是维持由市政府来公办。各其他县市为什么他们都会改为是公办？就是在自办的时候，就是很多伤害到地主，地主的权益到最后，地主到现在已经不要说10多年了，议员，你讲的是正确的，都还在法院在跟当时自办的人在告。市长你应该宣示讲，在你的任内内，就是坚持这个政策，互大家有一个安尼遵循啦吼。当然，财团嘛要趁钱啦，百姓的权益嘛要维护啦。会中市长委托表示，伊拢清楚现况，嘛答应任内会好好思考。准是我想爱听大多数的民意啊。那同志，你知道你讲咧做模拟，还有上面改几个？我大多数的民意很主席，我相信是。是咧改市长的办，也要民间咧办啦。目前是拢市政府办的。政府伫处理市地中卫业务如何徛伫协助甲监督立场，除了处理公共设施，依照合理的比例，嘛互地主无吃亏。相信拢可验唔委托市府团队的智慧。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